是关心每年咱要进行总统大选，民众党的高文哲今年第2届去美国访问已经出发。另外，针对南北合作这个议题，高文哲进前有表示讲，会当比民调向输向退出，也毋过国民党是无回应。另外，前总统马英九初二的时昨昏对外表示，伊今年无要去参加双十国庆。也若国民党的侯友宜表示讲，会当体会马英九的心情，伊嘛问赖清德敢有认同中华民国。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泰第2摆访问美国进行美西产业之旅，第一天安排甲旧金山台北嘉美市委员会食饭。即马大选愈来愈近，南北合议题也真受关心。不过郭文泰停办进前提出的南北合成比民调煞无人回应。国民党对蓝白合的想象，看来他只是他们在想他们以前国亲合的模式嘛，亲民党就不见了嘛。那我是比较开放的态度的，反正我先丢一个出去嘛，看他怎么反应。我看2天内没有反应的。二登记参选只剩5个月，郭文泰强调家己是急动情意思，尽管是最后30秒做决定，也替南北合增加想象空间。针对前总统马英九初二伫面册表示，蔡英文政府为去年开始就将双十国庆日的英文改做台湾 National Day， 是故会将台湾加做国家的名字，宣布拒绝出席今年的国庆大会。国民党侯友宜也提出3问点名赖清德是不是认同中华民国。大家问问赖清德，你有认同中华民国的宪法无？你有认同中华民国无？你有要甲咱中华民国永远徛伫中华民国立场来替设想无？无论是赖副总统日前在《华尔街日报》向国际所宣示的4大支柱，或者是日前所提出的国家希望工程，都是坚定主权立场。但这较强调赖清德立场一直拢是真清楚，就是延续蔡总统的4个坚持。也指出进前国台办搁一摆强调九二共识核心意涵是海峡两岸共属于一个中国。侯友宜所谓认同九二共识，这是真正消灭中华民国原乡。记者综合报道。